嗱，咁多位朋友，冬菇嚟講，相信大家都一定食過噶啦。咁之但係叫做苦蓉嘅苦乃菇，你又有冇試過呢？嗱，苦蓉係咩呢？係一種稀有嘅藥食兼用嘅菌類嚟嘅噃。佢嘅原產地就喺南非、東南亞以及雲南嘅熱帶雨林。至於佢嘅功效咯噃，就可以增強你嘅抗病能力、潤肺益氣，而且有助維繫心臟健康、減輕感冒嘅症狀，功效良多，所以被稱之為菇中嘅貴寶啦。嗱，因為苦蓉咧原本就處於野生嘅狀態，所以喺市場上面咧係好難買得到噶。不過經過8年嘅培植試驗，官燕盞就為大家推出呢一款苦蓉素真菇醬啦，咁就可以將佢嘅營養帶俾普羅大眾啦。苦蓉素真菇醬味道鮮美，佢嘅菇肉非常之爽口，適合蒸餸、炒餸，又或者用粥麵嚟到拌食。同時間亦都可以作為飯前嘅開胃小食個噃，即開即食，用料全素，不含蔥蒜，100%香港製造。未試過嘅朋友，快啲上嚟 HKTV Mall 官燕盞嘅專頁裏面揀翻樽翻嚟慢慢嘆啦。